網絡23一把刀，文化產業隨時冇啊！惡搞文化其實都唔係呢1-2年嘅事，我哋創作之父詹叔喺6·4事件之後，佢都作咗好多首歌串爆中共領導人啦。咁我唔能夠想像詹叔會因為唱咗呢啲歌，因為同林鄭強啊、林夕佢哋一齊創作咗呢啲嘅歌詞而被捕嘅。因此，我亦都唔認為現今嘅青少年應該因為2次創作而俾政府檢控。唔單止啲歌啊，而家好多戲都有2次創作元素，條例一過就弊家伙啦。師傅話我呢條命係一將功成萬骨枯。無間道嘅場景俾其他戲抄咗無數次啦。如果2次創作要拉，香港文化產業就玩完㗎啦。嚟緊咧，文化局咧就會成立㗎啦。嗰個完全係一個梁振英嘅玩具嚟嘅啫。即係我哋過去咧放棄咗呢個政府太耐啦。我哋點可能容忍霍震霆喺度做咁耐議員去代表我哋嘅啫？文化界已經有1800人聯署，仲包括明哥同埋獨立電影導演崔允信一齊反對網絡23條，唔俾政府打壓言論自由。民建聯嗰個 logo 俾人改咗，即曾經有一期俾人2年前俾人改咗做禮義廉嗰個 logo， 跟住印咗 T-shirt， 跟住喺年宵度賣，咁跟住佢哋就做報海關，跟住海關就走去年宵度掃場。有啲條例有呢把刀咧係驚會有一啲咁嘅出於政治意圖嘅人用呢把刀嘅。周博賢講明，如果政府要夾硬推嘅話，佢就會開放晒佢啲版權俾公眾，實行你個集體2次創作，同政府玩到底。